好啦，大家好啊！今日9月25號啊，咁啊翻嚟明報報上賣新擊嘅時間，咁啊今日同大家去睇下個道指啊，咁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，咁咪前日咧最高470.5呢個歷史高位嚟嘅，咁啊衝到上頂之後咧，嗰晚鮑威爾就即係有個講演說啦，咁佢講就係擔心美國嘅失業率進一步惡化。咁啊，市場就即係因為呢個言論咧，個道瓊斯由個高位咧470.5咧一次過回落翻落去咧46,600收。咁啊，琴日叫反覆偏軟嘅，介乎46,400左右。喺個技術面上面咧，暫時都仍然守到10天線。咁但係我哋細心去睇咧，今個禮拜咧，而家暫時嚟講咧，都叫做受壓嘅，係未穿10天線。我哋就要留意下咧，今個禮拜或者係叫做月尾咧，佢會唔會縮翻落嚟收？嗱，唔係代表住佢會跌翻落嚟，咁但係起碼我哋清楚而家上邊個高位預阻力、歷史阻力、歷史高位預阻力，甚至乎出現一個逆轉。咁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叫跌穿10天線，或者跌再深啲？咁我哋要留意嘅就係美國嘅經濟數據。咁啊，鮑威爾就擔心美國嘅失業率，因為自從8月開始，我哋睇到個失業率係叫做再進一步向下，而令到美國聯邦儲備局可以減息，佢係睇呢樣嘢嘅。咁如果個失業率再進一步惡化，我哋會擔心個經濟，市場亦都會擔心美國嘅經濟會回落。咁而家個道指就冇再進一步向上，所以變咗咧，如果你係持有美股繼續揸住道指嘅話咧，你喺呢度咧就要留意下，究竟係咪應該要去 settle position 去平倉，或者等下睇下佢會唔會出現一個逆轉，然後我哋嘗試做一個短線嘅回落，就會咁樣做嘅。暫時嚟講，做咗個270.55，呢個係今個禮拜二所做嘅呢支棍呢，係比較明顯啲，代表住個市係做完個高位縮落嚟嘅，所以自己就小心啲啦。咁你話喺呢度再繼續追買嘅，咁冇話唔得嘅，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升勢。咁但係就只有用一個極短嘅止蝕，一旦穿咗嘅話，就即刻要撤退，因為個市唔係太靚嘅，就係咁啊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，留言俾我，拜拜。